當有一個多項式 is divisible by x 減 a，is divisible by 意思即係話被整除，被整除亦都係講緊乜嘢嘢咧？就係講緊個 remainder， 即係個餘數咧係等於零嘅。而之後咧，你亦都要知道喎，前者其實咧就係講緊dividends，即係被除數，後者 divided by 後邊嗰一紮咧，其實就係講緊 divisor， 即係除數嘅。咁咧一見到咧呢啲咁嘅句式咧，即係乜乜被乜乜除嘅時候，然之後又涉及緊 remainder 咧，你應該要好快地諗到咧係講緊 remainder theorem 嘅。而至於 remainder theorem 嘅原理詳細解釋咧，你可以睇翻第14或者係第15題嘅解釋就得啦。我呢度唔詳細多講啦。總之嘅操作嘅方法就係、當我哋見到個 divisor， 譬如呢度 x 減 a 嘅時候，我哋就將佢逼佢變成等於0，然之後計算就係 x 嘅數值。x 等於 a 嘅時候咧，成個 divisor 會等於0，然之後我哋將 x 嘅數值代落去成個咧嘅被除式個多項式裏邊，就可以計到個 remainder 啦。好，咁喺呢個情況底下，我哋可以點做咧？其實都一個條件啫，咁所以快快脆脆啦，將佢寫成咧，逼佢等於0 ，x 等於 a 就係代落去個 x 裏邊，並且代落去呢個 f(x) 嘅 x 裏頭。咁你見到啦，呢個所有 x 嘅位置全部變晒 a， 然之後其他不變，然之後爆開晒之後咧，咁你會發現咧，其實個 a 嘅3次咧係會唔見咗，剩翻一個 a 嘅1次就可以計到個答案啦。